經常出外公幹去旅行嘅朋友，請你即刻停一停，問大家一個好刺痛嘅問題：你哋平時揀酒店、揀民宿，係咪淨係睇網上評分高唔高、房間乾唔乾淨、價錢划唔划算？絕大部分人住酒店都只係留意呢啲表面細節，以為鎖好房門、扣好安全鏈就可以安心瞓覺，無事發生。但我專門研究生活安全隱患好多年，睇過大量內地公安同埋文旅部門公開嘅真實個案。講句真心話，住酒店最容易令你破財、洩露私隱，甚至身陷險境嘅，從來都唔係衛生差、隔音差呢啲小問題，而係客房門口3樣9成9嘅人都會忽略嘅不起眼物件。呢幾樣嘢睇落平平無奇，有些少似貼心服務，有些少似普通擺設，但實際全部係不法之徒精心設計嘅連環陷阱。無數個過路人用血汗錢同慘痛教訓證明，只要喺客房門口見到呢3樣嘢，無論呢間酒店裝修幾豪華、評分幾高、價錢幾平，千祈唔好猶豫，唔好好奇，唔好貪小便宜，即刻收拾行李走人，1秒都唔好逗留。今天我就用官方真實案例，徹底拆解呢啲隱藏喺酒店裏面嘅套路，全篇乾貨，絕無廢話，睇完可以幫你同家人避開9成9嘅住宿安全風險。首先講第一個最常見，亦係最容易被忽略嘅陷阱，塞喺門縫或者掛喺房門把手上面嘅彩色小卡片。無論係車站、景區附近嘅平價賓館，定係網紅短租民宿，呢類卡片隨處可見。好多人見慣不怪，隨手踢開，就算有些少人無聊仲會睇兩眼，甚至傻傻地以為係酒店提供嘅上門增值服務，完全唔放在心上。但內行實話你知，呢個係最經典、套路年年升級嘅釣魚騙局，同酒店本身完全無關，全部係出面嘅不法分子偷偷潛入酒店擺放嘅陷阱。千祈唔好覺得係老套路就掉以輕心，而家嘅卡片騙局早已全面升級，不再係簡單嘅低俗推銷，而係一環扣一環嘅黑產套路。卡片上面嘅二維碼同聯絡電話背後全部係精準收割遊客嘅非法產業鏈，只要你一時好奇掃碼或者打電話，第一步就會被偷走私隱。掃碼一瞬間，你手機嘅後台權限會被惡意程序取取，手機號碼、實時定位、設備資料全部被對方記錄。之後無窮無盡嘅騷擾電話、詐騙短信會源源不絕，大舉上門，精準掌握你嘅出行行蹤。第二步就係小額套大額嘅殺豬盤套路，對方會以訂金、服務費、安保費、手續費等各種借口，叫你轉幾十至幾百蚊。好多人覺得金額少，無所謂，一旦轉賬成功，對方就會不斷加碼收錢。如果你中途反悔拒絕，佢哋就會利用掌握嘅入住資料同個人私隱，言語恐嚇、瘋狂騷擾，徹底打亂你嘅行程同心情。最恐怖嘅係第3步，會悄悄掏空你嘅錢包。好多卡片嘅二維碼暗藏木馬程式，不需要你授權就可以暗中竊取你手機嘅支付密碼、銀行卡資料、賬戶餘額等核心資訊。好多遊客出外全程沒有察覺任何異常，返到屋企幾天之後，先發現銀行卡喺深夜被多次盜刷，輕則損失幾千蚊，重則幾萬蚊積蓄清零。而且呢啲非法轉賬會經過多層洗白，警方追查同追回資金嘅難度極高，基本上係血本無歸。更值得警惕嘅係，酒店門口可以出現呢類卡片，直接證明呢間店嘅管理漏洞極大。正規合規嘅酒店同民宿，安保巡查嚴密，外人根本不可能自由穿梭客房樓層，可以逐間房採卡片，代表不法分子能夠隨意出入客房區域，亦即係話你嘅人身安全、財產安全同私隱安全完全無保障。無論房間幾乾淨、價錢幾低，呢類管理鬆散嘅住宿場所絕對不可以住，即刻退房換店係唯一正確做法。第二個隱蔽性最高、中招人數最多嘅陷阱，就係走廊轉角、電梯口、無人看管嘅無名共享充電設備或者免費充電寶。呢個係近幾年最新嘅酒店騙局，防不勝防。好多經常出差旅遊嘅老手都試過中招。大家出外都有個通病，玩咗大半天之後，手機電量好快耗盡，見到無電就心慌。當你返到酒店走廊，見到寫住免費試用、首半小時免費嘅充電設備，第一時間會覺得係及時雨，下意識以為係酒店貼心嘅方便設施，隨手就插電充電。普通人嘅思維好簡單，放在酒店裏面嘅嘢一定是店家提供嘅服務，但真實內幕遠比大家想象中黑暗。根據內地文旅部門同公安部門嘅官方標準，正規酒店嘅共享設備同方便設施一律會放在大堂顯眼位置，品牌標識清晰，售後渠道完善，有專人打理，絕對不會零散放在樓層。
轉角、昏暗走廊等隱蔽位置。呢啲沒有品牌、沒有標識、沒有售後，靜靜擺喺客房樓層嘅充電設備，全部係不法分子改裝後私自投放嘅作案工具。更離譜嘅係，好多小規模民宿、平價賓館老闆為了賺取每月佣金，對呢啲違規設備視而不見、放任不管，完全漠視住客嘅安全。呢啲改裝充電寶裏面沒有正規儲能晶片，取而代之嘅係惡意數據讀取晶片同收音裝置。手機一插上去充電，短短幾秒之內，你手機裏面嘅相片、聊天記錄、賬號密碼、支付資料、通訊錄等所有私隱數據會被全數複製上傳到黑產後台。除此之外，設備仲會悄悄收錄房間裏面嘅對話同環境聲音，捕捉你嘅私人談話同同行人員資訊。呢啲被竊取嘅私隱數據會被不法分子打包盜賣牟利。更惡劣嘅係，有人會截取你嘅私密畫面同錄音，事後精準地勒索，索取封口費。之前就有真實個案，一對20幾歲嘅情侶去內地旅遊，入住平價民宿時，隨手用了走廊嘅無名充電寶。返到屋企半個月之後，突然收到大量自己喺酒店嘅私密片段，對方開大口勒索，話唔給錢就曝光給親友同事，令兩人日日提心吊膽，嚴重影響生活同工作，最後只能報警求助。呢種無形嘅私隱傷害比直接破財更可怕，後遺症極強，所以只要見到樓層有呢類無名免費充電設備，唔使猶豫，即刻換酒店。呢間店嘅管理同安全底線已經徹底崩壞。第三個陷阱係欺騙性最強、殺傷力最大，90%遊客都會放鬆警惕嘅致命圈套。客房門口莫名出現嘅免費零食、飲品、小禮品或者歡迎禮包，呢啲嘢看上去貼心溫暖，精準拿捏所有人心態。亦係近年入室盜竊、私隱窺探、人身滋擾案件嘅主要突破口。而家好多高級酒店都會提供免費飲品和小食，大家見得多就習以為常，慢慢形成固定思維，以為門口嘅免費禮品一定係酒店嘅貼心福利。一旦見到門把手掛住禮包，或者門口放住小禮物，就會毫無防備，隨手拿進房間，完全不會懷疑。但警方整理嘅大量案件數據顯示，呢啲無端出現喺門口嘅禮品，絕大部分係不法分子嘅探路工具，暗藏3重致命風險。第一重風險係精準鎖定易受害目標，不法分子會專門去景區、高鐵站等人流複雜嘅酒店踩點，悄悄喺客房門口擺放禮品，之後躲喺走廊死角、安全通道暗中觀察。如果你二話不說直接拿走，就等於告訴對方呢間房嘅住客警惕性差、貪小便宜、防備心弱，係最易下手嘅目標。深夜你熟睡之後，不法分子很大機會會撬鎖、破門入房，實施盜竊甚至更嚴重的違法行為，對你的人身同財產安全構成極大威脅。第二重風險係人身安全隱患，亦係最致命嘅一環。呢啲來路不明嘅零食、飲品、香薰或者小物件，很大機會被人做過手腳，混入可以令人短暫昏迷、失去意識嘅粉末。以前就有真實受害者，一個30幾歲嘅男士獨自出外公幹，見到門口有包裝精緻嘅餅乾同禮包，隨手拆開食用，10幾分鐘之後即刻頭暈眼花、四肢無力，直接昏睡喺床上。第二天中午醒來，先發現房間裏面嘅電腦、現金、手錶等所有貴重物品全部被盜，損失慘重。為了貪少少免費零食，換來巨額損失，絕對係得不償失。第三重風險係你嘅行程同入住私隱徹底曝光。大家一定要記住正規酒店嘅服務規矩，官方贈送嘅歡迎禮品、水果、飲用水，要麼喺前台辦理入住時親手交到你手上，要麼由工作人員入房擺喺桌面，絕對不會無聲無息出現在客房門口。只要門口無端出現免費贈品，就代表你已經被外人盯上，一舉一動都被監視，行程同入住資訊完全暴露，好容易被人持續騷擾，精準針對。講到呢度，大家應該明白，住酒店安不安全，從來都唔係睇裝修、衛生同網上評分。好多網上高分、裝修豪華、價錢超值嘅酒店民宿，暗藏重重陷阱，反而一些裝修普通、口碑踏實、管理規範嘅門店，先真正安全可靠。好多人出外最大的誤區就係重體驗、輕安全，只顧舒服抵玩，將安全警惕拋諸腦後，最終中招吃虧，後悔莫及。最後同大家總結5條專業住店保命貼士，全部係警方同資深出行人士嘅實戰經驗，一定要牢牢記住。第一，訂房優先選擇連鎖大品牌、正規口碑平台，盡量避開無牌照、偏僻小眾嘅私人民宿，從源頭規避風險。第二，
每次進入樓層，走到客房門口，第一時間巡視周邊環境，見到小卡片、無名充電設備或者莫名出現嘅禮品，絕對唔好掂、唔好睇，即刻去前台退房換店。第三，出外常備自用充電線同大容量充電寶，就算手機無電關機，都絕對唔好用酒店樓層嘅陌生共享充電設備，杜絕私隱泄露風險。第四，謹記核心原則，天下無免費午餐，陌生人送上嘅福利全部係陷阱，所有不是前台當面交付嘅免費物品，一律無視，絕不觸碰。第五，如果遇到騷擾、勒索或者可疑騙局，第一時間保留證據，即刻向酒店安保同警方求助，千祈唔好私下妥協，默默忍受，越退讓就越容易被壞人拿捏。出外旅行，公幹平安永遠係第一位。所有騙局同陷阱都是利用大家嘅僥倖心理、貪小便宜同貪方便嘅心態，呢啲睇落微不足道嘅細節，正正係守住我們人身、財產、私隱同安全嘅最後防線。希望大家唔好只當故事聽，一定要牢記於心，學以致用。同時轉發給經常出外嘅家人、朋友，互相提醒，彼此守護，讓每一次出行都可以平安出發，開心歸來。